哈嘍，大家親愛的好啊！我筆姐姐大媽欲求不滿，有啲悶添，所以又揸住支燒上嚟同各位吹一下水講馬仔啦。不過你哋要記撚住筆姐姐嘅要求3部曲教喎，就係睇完片嘅記住俾撚返個 like 我喎，想繼續睇我片嘅咪訂閱我頻道咯，唔閪使怕醜教喎。我更加希望可以多撚啲人留言幫我推一下片添。其實以上我要求嘅3部曲唔係好鳩過分啫。你哋入嚟睇完片鳩鳩興興都要俾返啲快感我先得㗎。大家話啱唔撚啱先？好啦，禮拜日田草又嚟11場賽事，我又有幾隻心水馬喎。嗱林又揸住支燒同大家吹一下兼同大家濕一下鳩先。好啦，先講第一隻，第2場4班草地1200，呢場我就揀撚返隻正路馬，就係10號馬嘅應龍飛影。上一場田草1200同隻馬綁條脷出擊，果撚然有神仙放屁嘅感覺，不同凡響喎。睇到佢好鳩敏捷，一出閘就好柒容易擺響前頭走噃。雖然臨尾幾步輸撚咗俾對手，不過佢嘅力度依然維持嘅，唔似麻甩佬屌完閪咁，軟鳩晒嗰種嘅。3歲馬明顯睇得出已經有好大進步㗎啦。呢場孭鳩住超輕嘅118磅同執個唔錯嘅5檔，估計發揮應該都係英國佬意思，唔柒會有難度啩。所以呢場我諗，兩公婆搏嘢都係要揾返自己老婆好啲。正路之選㗎啦，騎師都係小閪子袁幸堯，小閪子搶閘功夫都好出色嘅，斷估小閪子今場佢唔會出賣屎忽啩。仲要提一提，練馬師伍鵬志最近成績一沉不振，似足阿婆嘅下音咁嘅款，黑個閪咁。我諗佢都想打破悶局嘅，一於支持呢隻馬啦。好啦，再嚟第2隻。第3場5班草地1400，呢場我揀鳩返9號馬嘅宜昌奇兵。上一場田草1400就執撚咗個非常不利嘅12檔，所以就嘗試屌閪唔用柒用手指去改一改變跑法啦。見佢一出閘就搶柒咗響前頭用均速自己帶頭走噃，竟然又真係鹹濕白虎去春秧街揾撚啱跑法出路喎。最後同對手鬥鳩到入直路，結果都係輸個短頭啫。而且見隻馬嘅韌力真係段段有嘅。至於呢場檔位就移入咗啦，執撚返個靚2檔，估計都應該用撚返上一場嘅跑法啩。咁係咪有隻靚雞可能響上一層，機會再要睇高一啲呢？最近神操都好撚積極嘅。狀態都好似陳冠希拍鹹片咁，好撚一流嘅。騎師都係希威心條擦鞋撚，呢條擦鞋撚上一次發揮呢隻馬咁出色，估計呢場佢都唔敢除晒衫褲走入基佬村，真係搏屌啩。而且呢隻馬轉鳩咗過嚟貴福特馬房都未能交代嘅，所以我諗鬥志都唔使質疑㗎啦。呢場我會跟進呢隻馬嘅。好啦，跟住第3隻，第5場4班草地1400，我就比較睇好6號馬嘅福聚，佢上一場田草1200，賽後就更加被問話添。呢啲都係法國佬大餐，多鳩魚㗎啦。睇見呢隻好撚被動嘅馬，好多時都係慢閘，而且要留到最後添。不過佢次次末段都硬係有一段衝勢俾大家睇嘅。十足企街大馬路大髀咁嘅款，要引鳩人注意嘅。至於今場嘗試增程上嚟跑1400，我都認為非鳩常正確嘅。我諗幕後增程嘅原因，應該都係前段放棄，直鳩程同對手玩後上爆炸力㗎啦。我諗真係咁樣跑法嘅話，係一定有能力同對手抽撚過嘅。騎師潘頓條大奸鳩。呢場揀返呢隻馬嚟騎唔閪肯放手，神貨更見大奸鳩親自出跳添，睇落真係大肥婆着底衫，夠撚晒肉緊喎。
希望唔會估錯啦。不過，如果呢條大奸鳩真係出嚟做咩非角色嘅，咁就要揸住紅七公碌嘢，搏鳩死佢㗎啦。不過呢場我都會搏一搏呢隻嘅。好啦，繼續第四隻，第10場3班草地1400，睇嚟唔稱翻住6號碼嘅重情重義都唔撚得啦。上一場初出跑田草1400執過12檔添，幕後係咪冇屌閪太耐，竟然心存大欲，更加好撚有信心可以即時起快喎。睇到隻馬前速真係好柒快，好鳩容易就切到入埋欄放咗出嚟，跟住力抗萊迪就贏撚咗出嚟。全程隻馬嘅演出同騎者嘅表現真係值得讚句，就係太監騎馬，完全冇撚得頂嘅。雖然呢場執過8檔都唔閪算太好，不過依然孭住119磅超輕磅，條數計落就依然有賺嘅。有人就會諗，上一場贏馬會唔會用鳩咗好多體力呢？我覺得呢啲4歲後生馬體力應該好撚快回復，絕對冇問題嘅。騎師配搭都係小閪子袁幸堯，警告小閪子你一句，騎師傅嘅馬咪撚玩嘢啊！我覺得呢隻馬屬於老太婆行鐵橋，穩穩陣陣㗎啦。熱門都要值得跟進嘅。好啦，最後一隻啦，第11場3班草地1200，呢場就揾隻有啲賠率分頭嘅冷馬搏一搏冷門披士先，就係8號馬嘅千杯不醉。呢隻馬響4班贏完馬升撚咗上3班，我諗住都係撳鐘仔開門，實力都一眼睇晒㗎啦，以為佢材料有限添，點撚知上一場響3班跑長田草1200，竟然入到直路響埋欄攝上去，姿態輕輕鬆鬆都可以跑撚翻個第2喎。咁真係大波妹甩胸圍，大跌眼鏡啦，似乎更加要拋開狗眼，唔夠好太過睇低呢隻馬喎。呢場未必一定同對手冇撚得抽嘅，而且呢場有2、3隻實力明星馬孭晒飛添。我覺得呢隻千杯不醉一鳩定成為冷門價啦。咁真係值得搏一搏價喎，更加睇到佢操練功夫冇乜點放鬆添，狀態依然係扯晒旗嘅。至於騎師就照舊係希威森條擦鞋撚，希望呢條擦鞋撚搽多啲印度神油，可以硬硬正正俾啲驚喜我啦。呢場我會搏冷門披士，絕對有信心可以有斬獲嘅。好啦，我嘅濕鳩心水馬又同大家全部分享完啦，跟住又要做返啲事後工作，就係同各位重複一次先。首先，第2場10號馬嘅應龍飛影，跟住第3場9號馬嘅宜昌奇兵，再嚟第5場6號馬嘅福聚，繼續第10場6號馬嘅重情重義，最後第11場8號馬嘅千杯不醉。好啦，以上用嚟同你哋濕鳩嘅心水馬，各位係咪好有享受感覺呢？不過你哋 happy 完記撚住要撳返個 like 俾我㗎，多啲人免費訂閱我頻道咯。想繼續睇我筆姐姐大媽用呢啲低俗粗口風格講馬仔嘅，就一定要留言支持一下我喎。好啦，筆姐姐又要講拜拜咯。最後送個 goodbye kiss 俾大家先，下次再。